你心里只有头顶的天空，你不该耽误别人的。你怎么在陆家嘴这边啊？正好有事。我以为你在这边面试。我在杭州跟龙王吃了个饭，他说你准备从研究所辞职了，是真的吗？有这个打算。为什么呀？当年不惜和我分手也要去的地方，现在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？我倒是挺希望你坚持下去的，不然显得我在你心里毫无地位。原来你不是不可能放弃，只是我不值得。你和我在一起之前，就知道我打算走航天方向的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世上最可笑的幻想，就是以为你能改变一个人。打算换哪个方向的工作？我听说北京的 DF 总部给了你 offer，DF 这几年很不错，跟我就在一栋楼里，我对他们倒是很了解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给你免费咨询。谢了，我已经拒绝了。是吗？看，乔晶晶。你说他现在如果想起我们，会不会觉得很可笑？当年班级里成绩最好的，现在却远远赶不上他了。不会。你倒是很自信。2个小时后飞机，我该走了。我送你去地铁站。我都好几年没坐地铁了，待会儿下了飞机还要去见客户，我就不去接了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尾号9472的乘客吗？对。你明知道我的来意是吧？你心里只有头顶的天空，感情什么的，是不是渺小如灰尘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？你不用讽刺我吧？这不是讽刺，是感悟。你不该耽误别人的。